道你平时镜头近一点，不要给他们镜头。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一个困扰，就是现在有疫情，那我们为了这个体贴大家，我们做了一个酒精瓶。那这个酒精瓶的功用很多，那重点来咯，它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？譬如它可以。譬如，它也可以。好脏啊！消毒。啊？好不好？重点来喽，它还可以。最后，它可以买 OST 的酒精瓶 ，COVID-19，奶瓶，不要笑。COVID-19 远离你。